伫台中市北区的汉口路这带呢，有一间炊饺店，昨暗时有一个男性举家刀对隔壁道这个人客的横挂过，安尼甲拄咧就走去。加在受害者是无性命的危险，即马警方调监视器追查，伫今仔日抓到嫌犯。 台中市北区汉口路人来去，一间炊饺店炊时暗时差不多8点迄卡刀，41岁姓刘的查甫人甲朋友伫内底咧食物件，食煞要离开的时阵，雄雄去隔壁道50岁姓林的查甫人摕刀啊去拄着伊正边的菜脯骨，双方拢无熟悉。啊，姓林的查甫人犯案了后就随宣啊。我们起身，然后朋友穿完外套，我们要往外面走的时候，他就也起身，然后。 右手背着包包，然后左手拿着剪刀，然后无预警就从我朋友身上刺。警察还没来之前，那个拿刀的人就离开了，然后救护车也来，可能有送受伤的人走。警察接到报案，赶紧派人到现场调附近的监视器去捉嫌犯。初5半暝2点外，伫北区姓林的查甫人住的所在，甲伊抓到。 啊，炊饺店业者初5正常开业，暗过打开无3礼拜，店内就有人客去互刀拄着伤，伊嘛感觉真无奈，烦恼生理加减会去互影响到。我在后面理货，然后就听到动静，我就出来，然后就有后续警察到场这样而已。多少都会啦，因为毕竟我也刚开不到1个月，所以遇到这事情我也很无奈。 所以我还是正常营业啦，平常心这样子。成功锁定50岁林姓男子设有重刑，专案小组于本5日凌晨在林显住处将其查缉到案，依法带返侦办。消防局表示，受伤姓刘的查甫人菜脯骨顶悬差不多有1公分的空脆，人也阁清楚有送病院去治疗，无性命危险。警察讲，姓林的查甫人咧互问话时阵，拢应一寡甲问题无相关的代志，啊，精神嘛无介稳定。专案的依照刑法、恐吓公众、伤害罪等等的罪嫌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